全場最抵嘅聯排別墅嚟啦，就係身後呢一套180個就可以入手啦，擁有前後大花園，前花園都接近50個平方，可以種好多靚花靚草啦。132方嘅係有3層嘅，入嚟我哋嘅左手邊呢係一個大廚房嚟嘅，業主話幾都未煮過飯，純新嘅。咁我哋嘅飯廳位咧都係夠晒闊啦，亦係做到南北對流嘅，成個大廳嘅空間咧都係夠晒闊嘅喎，而且咧仲擁有我哋一個6米挑高嘅一個中空大廳啦。咁我哋後花園咧都係夠晒闊噶，而且呢邊係東南向大概50方嘅後花園，中空大廳咧係非常之有 feel 嘅。2樓一共咧係有2間房同一個洗手間。每間房嘅話都係可以擺到1.5米或者係1.8米床都係可以嘅，而且空間咧都係夠晒大，洗手間都係可以整乾濕分區。3樓係一個主人房套間嚟嘅，做到南北對流，而且側邊咧仲有一個大概20方嘅露台。呢套別墅咧位置係最靚嘅，而且咧保養都係非常之好，因為業主就係度假字，最中意嘅咧就係留住呢個6米嘅中空大廳啦。咁目前嘅話，總價只需要180萬就可以入手啦。如果你都中意位置靚嘅，又要前後花園、中空大廳嘅聯排別墅，就不如睇翻呢一間啦。